約瑟夫和羅曼尼學校尋寶。那天早上，聖查爾斯學校裡一片熱鬧，陽光灑滿的庭院裡，孩子們開心地跑來跑去。約瑟夫和羅曼拿手牽手向他們的班級走去，迫不及待地想發現主任拉雅爾夫人宣布的驚喜。他們一進教室，老師博內夫人就對他們露出了會心的微笑。今天我們要進行一次偉大的冒險。園長組織了幼兒園所有班級的尋寶活動，他驚呼道。隊伍中傳來一陣興奮的低語聲。羅曼拿雙眼發光，轉頭對哥哥說道：尋寶，你覺得會有帶十字的地圖嗎？約瑟夫聳聳肩，露出好笑的笑容。我們拭目以待。也許我們必須解開一些謎語。晨禱之後，各班聚集在寬敞的庭院裡。拉雅爾夫人說道：親愛的孩子們，今天你們要去尋找學校裡隱藏的寶藏。要做到這一點，你們必須通過幾項測試。要聰明、勇敢，最重要的是要玩得開心。團隊組建完畢後，每個小組都會收到第一條線索，該線索寫在一張由老師手工做成的羊皮紙上。約瑟夫和羅曼與他們的朋友路易斯、卡米爾和埃萊奧諾拉組隊。看謎語，路易斯一邊展開報紙一邊說道。在整齊排列的書籍中，隱藏着一個古老的秘密。翻閱，仔細搜索，你的探索的後續就隱藏在那裡。圖書館，卡米爾喊道。孩子們一下子就跑到了學校圖書館。在圖書管理員杜普伊夫人饒有興趣的注視下，他們開始興致勃勃地翻找書架。記住，這是一個古老的秘密，雜麼書可能藏有線索。約瑟夫一邊掃視着書架，一邊喃喃自語。身材較小的羅曼抬頭看着一本氣派的皮革封面字典，在埃莉諾的幫助下，他輕輕地拉了他一下，一張小紙片掉落在地上。陽光照射到的地方，在長凳下面，你必須看。孩子們交換了會意的眼神。在院子裡，靠的長凳上，路易斯說。他們笑着跑開了，避開了那些開心地小跑着的小家伙。當他們來到石凳前，探過身來，發現了一個小木盒。約瑟夫小心地打開了它，裡面有一幅畫，畫中有秋千和滑梯。操場，卡米爾驚呼道。這一次他們全速向操場跑去。那裡，在滑梯下面，有一封信封正在等着。他們興奮地打開了盒子，發現了最後的線索。智慧樹下，寶藏安息着。院子裡的橄欖樹，埃莉諾呼吸困難。孩子們衝向庭院中央的那棵大橄欖樹，滑進地面後，有一個小金屬箱微微突出。約瑟夫和羅曼小心翼翼地把它拔了出來。當他們打開盒子時，發現了一堆巧克力獎章和一張拉雅爾夫人的紙條。太棒了，小冒險家們！你們的智慧和團隊精神讓你們找到了寶藏，享受你們的獎勵吧！孩子們在老師們的注視下，自豪而高興地分享着巧克力。拉雅爾夫人來了，微笑着對他們說：你們真棒！這次尋寶活動是為了教你們一起思考，互相幫助。羅曼娜高興地咬了一口巧克力，這是學校裡最美好的一天。約瑟夫微笑着點點頭。是的，下次也許我們可以在整個村子裡尋寶。當課間休息的鈴聲響起時，
孩子們的笑聲在大橄欖樹下回盪。一個美好的上午的學校生活剛剛結束，但是冒險的興奮仍然縈繞在大家的心中。下午，各個班級回到教室，分享剛剛經歷的冒險經歷。博內特女士讓學生們告訴我們他們的印象。羅曼首先舉手，我喜歡尋找線索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在這本大書裡找到了那張紙。約瑟夫解釋了他們如何憑借團隊精神解決了長凳之謎。我們一起思考，這樣更有趣。博內特夫人微笑了。你看，尋寶不僅僅是一場遊戲，你學會了觀察、思考和合作，這就是你的成長方式。離開學校後，約瑟夫和羅曼娜找到了他們的父母，並熱情地向他們講述了一天發生的每一件事情。他們的媽媽聽着他們說笑道：他們看起來就像真正的小冒險家。那天晚上，羅曼娜在入睡前對哥哥低聲說：你覺得我們可以組織一次尋寶活動嗎？